来即个风台外围的水汽，配合着地形的效应，再加上东北季风阁惨烈，所以伫个基隆北海岸甲东北角落超大雨，基隆甲瑞丰灾情惨重。来看基隆新丰街边坡走山，甲阮啊台机车带离的土地，当地乡亲真艰苦，苦离的土骹靠。 连日的大雨，新丰街上的山坡大面积走山，波及到停放在下方的20多部机车，相关单位也赶紧进行清运，避免旁边多个社区再次发生危险。黄土沙甲长起的树啊，将规条路塌掉咧。 更加恐怖的是，边啊都是主体。我只剩下这台机车，这里很容易土石流。我以前停这个社区收费的，就有被花盆跟台风前几年就有被砸过了。这就唔知啊，这要土地条的，你免爱等你乌好到我都看到都歹啊。乡乡发生崩山，车根本就未护伞，有人艰苦甲哭出来。 更加有因为安尼无法度骑车去学校的大学生，今日当伫现场单独抢通了后，看卖呀车损害的状况。也毋过也烦恼，土石有个较大面积的崩塌，现场今日当摇风扫散。 是讲基隆新丰街发生着边坡走山，无论是通往北斗啊，还是基隆市区道路，拢封封起来，影响的范围加大。啊，没办法动，没办法动。上课上班我们已经通知了各社区的主委，请他们派那个警卫在他们出口处，然后告诉说不要往上走了，就往下走。现场的土沙，一时间实在是真歹解决。山道热风台留下未少的难题，居民无奈面对。今日当希望雨卖个落啊，也阁有通往市区的主要干道，会当量查畅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